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黎柏如，好高興再同大家見面。咁喺上一集呢，我就同大家講解咗有關錢嘅基本概念啦。咁喺今集我想再入深啲啦，係想同大家講講有關點解我哋有咁多負面嘅金錢信念嘅呢？譬如話覺得錢係邋遢嘅，容易污染心靈嘅，覺得賺錢好辛苦，又或者有錢人唔一定快樂。講起錢，好多人仲用嗰啲違反良知嘅方式去賺錢。呢啲咁負面嘅金錢信念，當然就好影響我哋一生嘅財運啦。咁點解我哋會有咁多咁負面嘅金錢信念嘅呢？呢一方面就同我哋過去成長過程所發生嘅事有好大嘅關係啦。譬如話有好多人佢哋過去同人之間有一啲財務上嘅糾紛啦，要打官司啦，又或者俾人呃咗錢，心靈受到傷害啦，又或者可能自己做錯決定啦，損失咗好多金錢，甚至乎導致到自己破產添。咁呢啲嘅經驗咧，都會令到我哋產生咗好多負面嘅情緒嘅，包括係內疚啊、自責啊、羞愧啊，甚至乎怨恨添。咁唔單止錢，好多人咧喺過去亦都同其他人發生過好多，包括感情上啊、關係上啊，或者其他方面嘅糾纏啦，而產生咗好多嘅怨恨，甚至乎仇恨添。咁呢啲咁負面嘅情緒咧，當然就係好障礙我哋嘅財運啦。